今天呢，可能就是来接受，这个大家对我的什么思想审查后政治审查后然后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对中天电视台的经营理念，应该是说我对中国时报那个时候吧。简单就是真道理性真爱台湾呐、真爱台湾的意思就是怎么让台湾人日子过得更好，就叫做爱台湾呐、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台湾人，最重要就是追求过好日子而已。我中天一年只去2次、3次，你相不相信？去之后到大门口去拜拜呢，就对了。哇，我是干那开市的时阵啊，我就头家去拜拜，搁中原普渡拜拜，剩咧第3摆毋知当时有去无，我嘛毋知，对啦。反正是中国时报我捌你去安尼。中国时报其实我嘛是咧门口拜拜较济啦，你看，那个中天新闻的当属当属长啥，我其实嘛无啥了解呢。你即马像当属长，我嘛毋知影啥人。好。每个月媒体主管都会跟您开会1次，有这样的事吗？那个不是开会，那是沟通。你会使调迄单位人来讲，再调你叫我讲，我讲你也毋知要相信人嘛。安尼是拢沟通啥物啊？无，大家的想法安尼啊。大家的想法，你刚有新闻，刚有行新闻相关的想法。新闻建议也有啊，什么都有啊，这不是讲拢听我，你是讲报纸的人较好听。没啦，新闻人好那么容易管哦。你拢会改，互因不然我为什么我要上 YouTube， 对不对？YouTube 就是讲我的想法，跟因想法就不一定同嘛。是啊，是不是？我要讲我家己的想法，我希望就是台湾会当日子过好了安尼，我无什么特别。我知道今天呢，可能就是来接受，这个大家对我的什么思想审查后政治审查后然后，我今天为什么来这里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我这摆今日来。真多人叫我拢莫来啦，你也知影啦但是呢，我个人认为就是讲，我主要来就是要捍卫阮中天新闻人对因的尊严甲因的生存的权利，对我不想再回到2012年那个时候。2012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很多人不替中国时报写稿呢，中天的人要出去采访都要用漏收呢，甚至请无人呢，对不对？我不希望再一次这样子。那董事长，你们的沟通形式有哪些？除了见面以外，会不会有通讯软体啊、视讯会议啊，然后这个成立微信群组啊？有一个群组，就是我拄仔咧讲的，就是我咧讲的，有时1个月咧开迄个会，有时微信的，大家拢有意见大家做对那新闻有啥物意见，拢加减无意见，那无就对啦。讲我拄仔咧讲的。有时讲乱骂嘛，写顶悬我莫讲安尼骂甲安尼，